来看伫美国拍一棒的球员张玉成，今仔是登去台东来指导台东县的选手，所以是真受到欢迎哦。县政府嘛表示讲，因未来会来成立基层棒球科学化的训练基地，来培养棒球的人才。台东县国中小的棒球小将，伫女美棒球好手张玉成的指导之下，为提球棒到控球保持稳定的系列动作，学美式的棒球训练。跟着投手，一起做那种动力的感觉。然后第三个就是球来，不管球在哪里，这个棒子就是往那颗球打。抛得很好，力量很大。张玉成即摆接受台东县政府邀请，成立基层棒球科学化训练基地，提供球员训练课程，包含大联盟用的科学化循环训练、收集选手的动作，各用大数据分析，提供教练调整球员全身筋肉群的平均甲协调性，提高球员正确动作，避免受伤，可拍出好成绩。3级的各级学校的棒球员提供他个别的这个训练处方，希望透过这个训练处方呢。提升孩子们的这个训练绩效，跟教练他在训练上的一些作为。张玉成讲，伊伫美国比赛时阵受伤，等下台湾调养，恢复情形正好，已经开始自主训练，也希望提供经验，传承给新一代球员。伊按算明年1月过去美国职棒30也拢咧洽询伊加入意愿，包含日本中华职棒要球队咧征询伊的意见。伊讲无排除任何可能会搁登到球场拍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